失踪超过10档的马来西亚航空的班机马来西亚交通部宣布讲，伫今年的12月30日要来启动搜查。接到这个个案呢，公司是表示讲，伊要来展开55天的任务，找到才需要付钱。办讲这件造成239个乘客失踪的飞机失事，会当赶紧找到真相。2014年3月初8日透早。 马航 MH370班机自吉隆坡飞往北京，飞无到1点钟的时间就失去联络。飞行机顶悬239人就下落不明，真做史上上界大航空的谜团。过去包括澳洲等等真侪国家，已经扫过南印度1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敢若找到一寡残骸，一直拢找袂到主体机身。马来西亚政府今年宣布。 要过来和英美合资的海洋探勘公司无限海洋再一届来合作，12月30开始会登到印度洋一带15000平方公里。经过分析是上有可能的海域，展开55天的超找，而且是按照过去找到才付费的合约机制。若是有找到关键的残骸，上最达7000万美金。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对马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 对家属来讲，这10天的时间，因无法度放下，这颠倒是较严重的拖磨。有人想起，迄天开始，因着无好好困过一个暗暝。若到了周年的追思会，敢会使伫咧残骸展区头前点蜡烛，写着继续超找的字样，提醒外界这件代志拢也未结束。真侪国家的家属批评，当年真侪国家的对待，也佫有违青的研判，甲决策的流程，拢有真侪疏忽。 才会失去关键的黄金时间，希望这届会使找到飞行机。There is no closure until the plane is found, until we exactly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aircraft and to our loved ones on board. Yes, it gets tougher every year because we are all expecting, some answers. 马来西亚政府讲，会伫这55天伫深海超找，专程掌握进度，然后找到碎片。 第一时间会通知家属甲相关国家，这10多天来 ，MH370班机失踪，互全球航空安全甲跨国救援机制受到质疑。若这届重新超找，敢会使找到答案？大家拢在看。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